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约翰一书3章16到24节。约翰一书3章16到24节，和合本是在347页。16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邻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以上。现在我们要请本堂的许陈凯传道来证道，他的题目是因为有爱，因为有爱。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聚集在圣殿里面，我们敬拜赞美你。求你的爱此刻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愿圣灵的工作在此运行。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的一生，从出生到不论你现在是几岁，我们的一生都在领受着一个爱。我们在领受不同的爱。你出生的时候，父母给你的爱；当你渐渐长大的时候，你会有同学，会有朋友给你的友谊之爱。当你年纪渐长，到了适婚年龄，你就有男女之间的爱情。到更大，你会有一个付出，一个行动。然而，我们一生都在领受着爱。同时，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当中一直在付出这个爱。那么，爱到底是什么？这个爱在不同的时期，我们给它不同的名称。那这个爱到底在不同的时期里面，我们给的这个爱，我们可以计算吗？这个爱，我们可以测量吗？那么，这个爱，我们看得见吗？爱好像是一个好像无法计算、无法衡量、无法去判别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却真真实实的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随时都在领受。我借用一个学者在1988年，他用爱情来提出一个三角的理论。他认为爱情有3个成分，第一个是亲密，第二个是热情，第3个是承诺。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测量、来分辨，到底这个爱是否是一个真爱，是否是一个完全的爱。在这当中，热情指的是情感的一个层面，彼此有喜欢，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的一种亲近的一种感觉。亲密
会让你跟这个人有一个连结的一个开始。第二个是热情，热情指的是一个动机，包含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的一种意愿，包括能够触发一种吸引力。我们常说，在恋爱中的男女看对方永远是最漂亮的，永远是最帅的，这就是一个吸引力，而且会有浪漫，会有一种欲望的驱使，促使双方产生一种浪漫、一种外在吸引力的这种动机。你有这个动机，你想要与他亲近。第三个成分是一个承诺，指的是我愿意与对方，不论是短期或是长期，一种相在一起相守的那种意愿以及决定。短期决定我要去爱一个人，长期是指着两人之间一种亲密的关系进到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时候所做的一种持久性的一个承诺。然而在这三个成分里面，亲密是爱情当中一种情感的成分，而热情则是一种动机，带有一种动机的一个成分。承诺是对于你这一段的爱，或是说这一段的爱情有一种认知的一个成分。这三种成分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这种爱的表现里面，会因它所占的比例不同而有所变动。这位学者把它排列组合之后，他说有以下8种的一种组合。他说，如果你只是单单的喜欢，那在这个成分里面只有一个亲密的一个成分在当中；如果你只是迷恋，那只是你有一种动机，你有一种热情，想要去接近对方而已。如果只有一个承诺，那表示这一切都是空的，因为你没有热情，没有亲密作为基础。浪漫则是由热情与亲密组合而成。看起来我们通常在男女交往的开始都有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感觉，而友谊则是由一种亲密与承诺两个配合在一起而组成的。婚姻之爱，它只有热情与承诺，它却没有其他的一个做基础。无爱就是所有的都没有，就是一个空空的。而一个完整的爱，它必须具备有一个亲密、有热情、有承诺，一个交互作用。这个学者把它定义为这是真爱的一个本质。也就是说，当这个爱是一个完整的爱的时候，它指的是在你情感上，你跟对方有依附的感觉；在热情上，你有个强烈的欲望，会一直不断的驱使你，不论时间的长短，你都有这样的一个热情。承诺代表着是一种立约、一种约定、一种互相的一种遵守。然而，这样的一个成分参通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爱的表现。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是从爱情、友情、亲情等等，我们都爱过。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去明白这个爱的意义呢？那么，我要问：爱是从何而来的？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标准答案都说什么？爱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那我要再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爱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于爱，我们有许多的想象。我们的想象就是在我们爱与被爱之间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有种种美好的回忆，我们会有种种美好的一种期盼。当然，这当中的过程也会有冲突，因为爱与被爱之间常常是一种拉锯的一种感觉。我们会去想象这个爱情的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会如何。然而，上帝的这个爱是从上帝来的。我们会说，我们拥有这样的爱的时候，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从上帝创造的开始，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之后，上帝仍然为他们安排他们之后的一切的生活。该隐犯罪杀害他的弟弟亚伯，上帝让该隐的性命得以继续存活下去。当人类不断的在犯罪，做许多上帝看为恶的事，所邪恶的事，以及心中所思想都是那些邪恶的东西的时候，上帝借着挪亚，让人类得以保存延续下去。上帝更与亚伯拉罕立约，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繁多。
并赐给他们迦南全地作为永远的基业。之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40年，进入迦南地，建立王国，一直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透过耶稣的受苦，被钉十字架，流血、死、复活。人类在被造之后，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历史里面，我们其实不断的一直在背离上帝，我们不断的一直在犯罪，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做不合神心意的事。因为这个罪，我们跟上帝之间隔离了。但是上帝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接纳了我们。上帝知道我们众人的软弱，所以他不断的饶恕、原谅了我们，甚至在最后，他将让耶稣来为我们牺牲，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将上帝的爱完全的显明了出来。我们可以真实的去得到这一份真正的爱。所以不论我们的爱是哪一种，是亲情、友情、爱情，或是一般的，这所有的爱的源头都来自于上帝。上帝无比的爱，你只要信靠耶稣基督，这个爱就在你我之间。有一首歌，华语的说：“如果你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如果你想知道》，到底想知道什么呢？他的歌词是这样，他说：“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你我的周围。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父母的心里。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成长的生命中。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每一个笑脸上。”所以我们常常保持我们的笑脸，人家就知道你有爱。所以现在跟你的隔壁笑一笑吧。爱在哪里？爱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爱它是真实的，从上帝那边而来的。当我们领受到别人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要回应他，我们要具体的行动。领受到别人的爱很容易，我们也很喜欢有人爱我们，我们很喜欢有人爱我们，我们那种被爱的一种感觉。一般的人都愿意将这个爱与人分享，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20年前，1992年的5月，有发生了一件社会新闻。那件事情，我最近又在看到。我就在想，这件事真的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在1992年，台北市的健康幼稚园，他们出去户外教学，他们搭乘一部游览车，在去到六福村的这个路途上，游览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件。当时有23名师生不幸罹难，这当中有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林静娟老师。他原本已经看许多的小朋友已经离开游览车到了车外，但是他看到游览车上还有许多的孩子在上面，他就不顾其他人的阻挡，他上去要救那些孩子。在这辆游览车爆炸之前，他救了8名的孩子离开了游览车。爆炸之后，当消防人员将火势扑灭，他们发现这位老师，他紧紧抱住了4个孩子，用他的身体来保护他们。所有的人看到都为之动容。林清渊老师用了最后的力气来救了这些孩子，甚至还在保护这些孩子。这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对于我们所喜欢的对象，我们很容易会去付出一个爱，就像这位老师一样。我们在我们身旁周遭的人，我们喜欢他，我们就很容易爱他。但是爱真正在实践上极具有困难度和挑战的是，当我们要去爱那个我们不认识的人，甚至是那种有需要、有困苦的人，或者说不可爱的人，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困难。教会在做恩友的福音事工当中，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跟他们接触过。恩友，
我们称之为恩友，是因为不愿意将他们贴标签，说他们是街友，他们是游民。所以我们说他是恩友，这恩友的意义代表着他们也是领受恩典的人，同时也是我们与他分享恩典的人。这些恩友，我们对他的刻板印象通常都从外表来看，我们会觉得他身上的衣服不是很干净，我们会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或者是说我们会看到他们睡在公园里面，他们没有工作等等的一些外表的一个看见。最近天气渐渐转热，上周的时候，我们在恩友事工里面就有几位恩友，他身上真的不是很干净，他身上真的有一些味道。如果这样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我想很多人都可能会离开他，跟他保持一点距离，或者是捏着鼻子，或者是停止呼吸。但是这个正是上帝要我们去爱的人。当这些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爱他，其实上帝就把他摆在我们的周围，要我们去付出从上帝那边而来的爱，是我们领受到的爱。爱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上帝会将那些需要的人摆在你的周围，让你所领受的爱与他们一起去分享，去关心他们。我们就要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爱去来满足他们。社区事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象，来自于圣经耶稣所说的话。他说：“坐在最小的弟兄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因着这样的教导，当我们在面对身旁周遭的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实践耶稣的爱。爱不是教条，不是理论，不是像刚刚那个学者提出来的这个三角理论。爱是在于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你可以从周遭的你的弟兄姐妹、亲朋好友、你的邻舍来做起，从你的能力的范围开始，即使是很微小，它是一个爱的行动。这个爱的行动是因为主耶稣的牺牲将我们所连结起来了。这个爱是连结所有关系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读的约翰一书，还有接下来的约翰二书、三书，这三封书信里面都在凸显着这个爱的一个概念。在原文里面，这个爱的用词是阿卡佩，它在书信当中总共出现了62次。那你们知道，在整本新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阿卡佩这个字出现310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书信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个爱的一个重要性。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人连结，与上帝连结。这个爱是来自于那个满有爱的一个上帝。我们可以说，上帝就是爱，上帝他本身就是爱。上帝的爱使他的爱子耶稣的死，在他的死上面彰显出上帝的这个爱。耶稣的死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他是为了人的益处而献上的一个赎罪祭。我们可以从这个行动当中去看到这种至高的爱，然后来明白、来了解何谓爱。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对于上帝的爱，我们要回应的是，我们也要爱上帝。人对上帝的爱是有一种感恩的含义在当中。有爱的人就表明他们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重生，而这个重生就是上帝的一个作为。上帝的生命借着爱种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然而这个十字架上的爱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上帝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来爱我们。上帝的这个爱，十字架上的爱，不是人间的爱，是神的爱。当我们因犯罪而跟他还隔离的时候，当我们因犯罪而跟这个爱有所距离的时候，其实上帝爱我们罪人的这种爱是一种极致的表现。耶稣基督一生当中，他忍受人对他的辱骂，
甚至直到十字架上还受到世人的嘲讽。那他这种忍耐的一个爱，是一种恒久忍耐的爱。十字架上的爱也显明了上帝的恩慈和公义。十字架上的爱也是高举神而谦卑自己。十字架上的爱是耶稣基督仍然在为仇敌来求饶。他知道这些人他们所做的是他们不知道的，求上帝来原谅他们。十字架上面的爱是一种得胜的爱。十字架并不是一种牺牲，乃是一种有果效的一种牺牲。它就是解决了我们人犯罪的这个问题，给了我们人盼望以及生命，是一种大能拯救的爱。然而这种爱是跟上帝有关系，是跟人之间有关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爱。彼此相爱是上帝的命令，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要顺服在这样的命令里面，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借由耶稣基督来显明他本性里面的那种慈爱怜悯。所以我们要顺服在他这样的一个命令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上帝的命令。在约翰福音书13章34节里面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命令，我们要遵守它，行他所喜悦的事。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来相爱。上帝的爱必须要建立在他的诫命上，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彼此相爱。上帝立下了一个榜样，叫我们因信他的人而得到重生，我们必须效法而行。那么要怎么样来彼此相爱呢？我们要在舌头上面彼此相爱，我们要在行为上面彼此相爱，我们要在诚实上面彼此相爱，我们要在真理上面彼此相爱。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小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言语和舌头上表现我们的爱心，我们可以用言语来安慰扶助那些面临困境或忧伤的人。但是我们说这里说不可只，这个只呢，就不可以只有言语和舌头上那种有口无心的一种同情，或者是虚伪的那种属于世界上的一种爱。信徒的相爱不单单只是在言语口头上而已，这种爱心是要从内而发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我很有爱心，可是他却不愿意为弟兄姐妹们牺牲他个人所拥有的，又想只有在言语上面表达同情的时候，来掩饰自己那种缺乏爱的一种表现。这种虚伪的爱，不但不能激励彼此之间，反而会将这种基督的爱的火给熄灭了。行为上我们也要相爱，总要在行为上要来相爱。意思说，我们要表现在行为上，把自己所拥有的可以来帮助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爱心。雅各书2章15节、16节也有类似的话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关心给人的时候，不能只是在口头上的一个表现，我们在行为上也要有表现出来，那种属灵由内而外的一种表现，这才是我们应该要表现出来的相爱。在诚实上面的相爱，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相爱。有了行为上的相爱，还要加上一颗诚实的心。虽然真心相爱的一种表现，必会显现在于你的行为。你真的很爱一个人，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人，你会由内而发出来的这种行动，
人家看了就知道。但是有时候有些人的行为反而是一种虚伪的一种表现。所以爱心不但要有行为来表现，而且所表现出来的是用诚实来证明你内在的那个爱。若我们的爱已经表现在行为上，从物质或精神上已经舍弃了自己的利益，帮助了弟兄，那这就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另有目的，想借着给对方一个好处而成就了自己，我想这种博取名声或博取对方所喜悦的这种行为，就不算是一种诚实的相爱，也可以说它根本不算是一个爱。哥林多前书也提到一种很像爱的行为，他说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种爱看起来好像是一种爱，但是是否是发自于内心的一种诚实的爱？所以我们相爱不但要在行为上，更要完全出于那种爱主的缘故来爱弟兄姐妹，那种诚实的心才合乎上帝的喜悦。在真理上，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的相爱不单单只是出于真诚，也要合乎真理的一个原则。我们的热心要以真理为范围，才会有良好的果效。也就是说，当你做的如果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我想这样的爱也不是合神所喜悦的。我们所要在真理上以上帝的教导，使神得荣耀，使人得益处。所以在真理上相爱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所有行善做好的这种爱的时候，我们不是虚伪的事，或是违背真理的事。比如说你用不合法，或者是用不道德方法，或用不义之财去帮助弟兄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别人的罪上面你也有份的时候，或者是你以恶成为善的这一类相爱，就不是出于真理，而是出于肉体。过去常会听到有一个名词叫做善意的谎言，它就很类似是这样，它不是在真理上面，谎言就是谎言，没有所谓的善意的。你可能当时你觉得我讲一个小小的谎言，为了是要帮助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按着真理的教导，上帝会亲自来动工。按着圣经的教导，当我们诚实以对的时候，这个相爱才是真正的相爱。真理上的相爱，也不要只单顾肉体方面的好处，也要顾到灵性上面的益处。我们的相爱，我们的爱心，如果只叫人得到物质上的一个满足，我想那个灵性却无法成长的时候，会引起别人的一种贪心欲望。这样的爱也不在真理上面。因为有爱，这个爱是来自于上帝。整本圣经所要传达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真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爱。这个爱是源自于上帝，只是有人明白，有人不明白。当我们每个人领受到这样的爱的时候，其实你本身就已经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发挥它的影响力在里面。尤其当你愿意将你领受的这个爱与人来分享的时候，不论你面对的是哪一种人，这个人是可爱的，不可爱的，这个人是跟你不同阶层的，这个人是跟你不同族群的，请大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称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儿女。我们要回复到起初上帝创造的那个环境当中，就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是好的那个状态。当我们能够领受到上帝所说一切都是好的这份爱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原本是不配得的，但都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成为领受恩典的人。上帝让人在耶稣基督里享有他的爱、怜悯，而且无条件的就可以拥有。所以我们要用行动来回应这个永恒不变的爱，就是将你的爱与人分享，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行动，你都是在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因为爱我们而死，我们要学习你那至高无比的爱，成为我们的典范，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从我们的开始来分享你的爱。我们要付出实际的行动。我们知道，当我们要与人分享的时候，上帝你会把那需要爱的人摆在我们的身旁。这个人或许是我们所看为不可爱的，或是我们看为不同的人，但是主，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将这个爱与这些人来分享。是的，主，求你再一次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来学习分享你的爱。这时我们要用主耶稣所教导的新的诫命，我们一起来同心来回应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